一脚的红皮箱，流浪着海角天边，到今日想要倒转去，因何时彼面？彼当时离开故乡，希望会着出头天。谁知阮心里只有一颗破皮箱，一颗破皮箱。可怜的人，可怜的人，可怜的人是我，不是你。这款的打击叫我怎样活落去？为何是你不来斗保庇，予我永远得着你？因为阮心里只有一颗破皮箱，一颗破皮箱。可怜的人，这个时阵来离开，对你是一个好时机。因为你已经交着新的伴侣，可以安慰你暂时的伤悲。